兄姊妹大家平安。伫咱4本福音册内面，拢总有3个互耶稣救活的人。一个是3本福音册内面拢有的迄个管会堂的街路的查某囝，另外一个是伫路加福音内面拿营城内面一个寡妇的后生。第三个就是今仔日咱所读的约翰福音，即个马大甲玛利亚的小弟耶稣路。但是这3个人的差别在于讲，前2个人拢是拄仔死就互耶稣救活，但是耶稣路确实伫死4天，身躯开始有臭味，才互耶稣救起来。所以咱会当讲耶稣路即个新约会当是前拢无的安尼一个新约。但是为什么其他马太、马可、路加这3本福音册拢无记载即个事例，只有约翰福音记载即个事例？所以真侪人对即个新约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甚至有人讲即个是耶稣甲即个家庭做伙联合编的一个骗局。但是圣经的前后文会当家己来证明。第一，真侪来探访即个松家的遮个朋友、亲友有看见即个新约。犹太人对伫参加丧喜事非常的看重，因认为去丧家来安慰遗族是上帝互因的责任，所以耶稣无可能收买在场所有的人。第二，耶稣若无行即个新约，伫40、50开始，嘛袂有遮法利赛人甲遮撒都该人开始联合计划要来开始耶稣，因为当伊看见哪来哪侪人因为耶稣路的国话来对待耶稣。因恐惊耶稣会伫宗教，也是顶政治上带来太侪影响，所以因开始计划要来开始耶稣。第三，当耶稣行完这个新约了后，伊就行往耶路撒冷去准备要来受苦。圣经伫遐描写，因为有侪人听见耶稣救活耶稣路的安尼代志，所以拢来看伊，甚至伫遐举棕树枝。亲像压制国王的迄种规格来压制耶稣入耶路撒冷城，所以对经文的上文甲下文会当证明这项事是真实发生过。但是，若是遐尔大条的代志，为什么只有约翰福音有记载呢？这句话转来咱定定所讲的，约翰福音的目的甲其他3本福音册的目的是无共款的。伫今仔日这段经文一开始。这2个姊妹找人来甲耶稣讲，阮的小弟耶稣路看病啊，因会来找耶稣，一定毋是即个耶稣路敢若感冒流鼻水嘛尔，一定是即个耶稣路已经看病甲非常厉害。但是当耶稣听即个找来人的报告了后，耶稣听了后，伊较讲，即个病不治到死，是为着上帝的荣光，互上帝的囝对即个得到荣光。耶稣的回答好亲像无去体贴着这2个姊妹因真着急的迄种心情，因为这2个姊妹嘛一定亲像其他的人，听见耶稣医好遐尔侪人，所以因相信因所听的小弟看病遐尔严重，但是耶稣一定互阮的小弟耶稣路会当好起来，所以因就抱着遐尔大期待来到耶稣的面前，望耶稣会当紧紧去到因的厝里来医好因的小弟。但是咱看见耶稣伫遮，敢若是回答另外一项的代志。但是兄弟姊妹得到荣光，得到荣光，这就是约翰福音内面的重点。因为得到荣光，就是在讲耶稣上十字架。所以咱拢讲约翰福音内面这个新约，拢是指向同一个方向，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为什么讲十字架的道路？一方面，这个新约互愿意接受耶稣的人来看见耶稣的身份、耶稣的贵力，耶稣会当医治人，耶稣会当互水变做酒，有看见耶稣的贵力。但是另外一方面，嘛因为这行动，互这法利赛人、这个宗教的掌权者想要杀死耶稣的想法是哪来哪强烈。但是咱嘛看见。伫这宗教的掌权者的压迫的落下面，耶稣行往十字架，表面看起来是牺牲，毋过咱看见是上帝救赎计划的一个实现。所以伫今仔日这段经文讲到这个医治耶稣路，是要互耶稣基督得到荣光。
一方面是要互人看见耶稣基督的气力，伊会当互人对死搁活；但是一方面，咱嘛看见，因为去到伯大尼就是遥远要到啥物，哪来哪近，所以表示耶稣基督哪来哪活过即个十字架的道路，表示耶稣基督咧就十字架的牺牲，十字架的道路是哪来哪活。今仔日即段经文，咱非常的熟。即个家庭的故事，咱嘛非常的熟。所以我无要用真侪经文的时间来描写经文的部分，但是我发觉，伫11章的内面，较出现真侪的知，这非常有意思。即个人看起来拢知，但是因敢有真正相信？即个人甲耶稣斗阵，拢是有一段时间的人。但是因的知，敢互因会当伫拄着困难，亦是拄着问题时，会当完全来相信耶稣咧。所以我感觉伫即段出现真侪知，嘛真做咱基督徒咱的境界。因为当时咱知，甚至咱知真侪，但是即个知，敢拄啊互咱甲耶稣有真正的关系吗？即种的关系，敢亲像咱顶礼拜所讲的迄种牧者对羊群的认捌，羊群对牧者迄种寡热的迄款密切的关系吗？头一位，咱来看多马，伫11章内面出现多马即个人。多马伊是耶稣的学生，伊上出名的一项代志就是，当伊听见其他学生直接讲耶稣搁有啊，伊讲我毋相信。除非互我亲目看见耶稣，我才要相信。所以后来耶稣搁活了，搁一届因为耶稣的伊的学生来显现，耶稣明非常知影多马的心，所以伊叫多马讲：多马你过来，摸我的骹，摸我的手顶悬，而且会空嘴。多马惊一跳，耶稣哪会知影伊心内所想的？耶稣哪会知影？迄当时伊所讲的这个话。所以多马迄当时，伊才降服伫主耶稣面前讲：我的主，我的上帝啊！所以以后咱透过即段经文，咱所听见的，咱所描写的，咱所知影即个多马是一个讲求正义、非常理性的一个人。所以伊讲：我除非我看见，我才要相信。但是今仔日即段经文，互咱看见多马另外一种的特质。当耶稣听见耶稣都破病。但是伊并无马上去看伊的朋友，伊搁伫约旦河的东边住2天。耶稣真奇怪，伊甲即个家庭是非常好的友谊的关系，但是听见伊的好朋友破病，伊乃无马上起身去探访伊的朋友咧。耶稣毋是无关心伊的朋友，难怪转来到咱进前读约翰福音前，这个代志，咱咧做同款的一个想法，同款一个联想。咱甲记伫耶稣伫迄个婚宴的内面，对伊的老母玛利亚讲的话讲：我的时还未到。耶稣也是咱回想，当耶稣的兄弟讲：耶稣啊，你即摆赫尔有名，安尼你紧，你要过节的时，你记起也著杀你。迄阵是一定会哪来哪侪人相信你。耶稣讲：我袂去。但是事后，耶稣甲秘密就约落撒利去过节。其实这个情形拢是同款。亲像今仔日这段经文讲，耶稣是听见伊的朋友耶稣路破病2天了后，伊才起身，伊甲主动甲伊的学生讲：咱来去到犹太地的伯大尼。伯大尼就是耶稣路伊的家庭所住的所在。但是这个学生想着讲，顶届咱去到犹太人的所在时，这犹太人是要摕石头，甲耶稣定死的呢。所以耶稣你毋通去。但是耶稣伫遐甲伊讲我有我的工爱做。所以伫约翰福音，咱定定看见即种真矛盾的所在。这伫咱甲咱讲啥？就是讲耶稣伊无受别人的指挥，毋是人叫伊去，伊就去。另外嘛，互咱看见。耶稣有家己的时间、家己的计划，伊要伫什么时做什么代志，迄拢是伊的主权。所以咱转来看这段经文，而且学生非常惊见因的老师讲，咱要来去伯大尼犹太人的所在时，大家非常惊去互石头钉死。但是这时多马跳出来，遐讲：咱遮个也来去，甲伊3天死，甲伊3天死。
而且咱看见多马的一个勇气。虽然伊毋知伊即摆去会去拄着什么款的代志，是毋是会共款伫遐，亲像顶摆拄着无石头顶的安尼一个经验，但是伊勇气，互咱感觉非常的励志。因为一个团体内面，有当时啊就需要即种勇敢的声音，才会当互大家伫惊吓的时，会通离开即种惊吓。才会当互大家一真侪妖迷的迄种困扰时，才会当来离开安尼一个困扰。多马伫遮勇气，互咱感觉讲伊真正非常知影耶稣，所以伊愿意跟对耶稣去死。但是兄弟姊妹，伊敢真正相信？关于多马的代志，圣经并无真侪记载。除了头拄所提起的讲，耶稣国外甲即个头拄咱所多马讲，咱来做伊去死这两段经文以外，还有一段经文是伫约翰福音14章。耶稣伫遐甲伊学生讲：“我要定十字架啊！互我要去的所在是恁袂当去的。我去是要为着恁避难所在，将来我阁会带恁去到迄个所在。”逐个学生伫遐听，应该逐个拢听无耶稣伫遐讲啥。但是多马伊随时应讲哦：“公主啊，你去的所在我都毋知，我哪会知影迄条路咧？”所以对遮。对了后，多马的表现，咱会当知影。今仔日这段经文内面，多马讲：“主啊，我要对你去，我要对你去死。”这种经文表现得出来的勇气，并无带互伊有真正的相信。当然，多马勇气非常值得咱学习，因为真侪人连踏出第一步拢毋敢。但是第一站的勇气，无法度带互咱有长久长的迄个相信。因为相信毋是一种情绪，相信毋是亲像有人参加报道会，也是听到什么诗歌，也是听到什么见证就感动，然后勇敢举手讲主啊，我要跟对你。但是踏出会堂，进入室外了后，就甲恢复原本迄个人，甲平常的你无啥物共款。你骂人共款骂，你咒诅人共款咒诅，你贪心共款贪心。一点仔改变拢无，这敢是真正相信？要是我嘛捌拄过有人第一届参加主日礼拜就甲我讲要报名洗礼，我拢会劝因讲，恁搁加来参加几摆聚会，才来想安尼问题。因为嘛有真侪人因是洗礼煞，想讲家己已经领着天堂的入门票，就无搁来聚会啊。所以咱袂当用感情。情绪也是个人的意识来成做咱相信耶稣的基础。伊有一日当这疫情拢过去的时，甚至当你行到死荫的山谷，当你拄着困难的时，你内在佫存什么会当互你继续相信的？所以咱来看一寡圣经内面的这信仰的模范，因拢毋是凭一时的迄个感动来跟随耶稣。咱来看保罗就好啊。伊敢知影耶稣，伊当然知。伊对开始压迫基督徒的时，伊就非常清楚认捌伊的对手耶稣是啥。咱来知影保罗是受教伫一个严格，而且个法利赛人的老师，而且门下，所以伊非常清楚摩西五经，伊非常清楚这其他犹太人所读的这经典，伊嘛非常清楚伊的对手耶稣基督是啥物人。但是咱看见伊的知，敢带互伊有一个完全的一个人生咧？无，伊的知无法度互伊内心的目睭看见上帝救赎的计划已经伫伊所要掠的耶稣基督的心中已经实现。但是当伊特别到大马士革的路上，伊拄着耶稣，伊感觉耶稣面对伊讲话。伊才相信。所以当时圣经描写讲，即个保罗的目睭暂时失明，伊看无见。但是伫迄时，伊内心灵性的目睭完全互拍开，伊降服伫耶稣的面前，咱看见原本的知影，伊对经典的理解，伊对法利赛人经典的了解认捌，绝对无互伊会当安尼做。但是当伊相信，就互伊产生快乐，
甚至即个气力，互伊会当面对后来宣告路途内面所拄着的各样的困窘、逼迫，甚至是怪单。所以兄弟姊妹，跟对耶稣毋是一件浪漫的代志，是真侪人付出伊的性命、劳血的代价。亲像咱知即马伫中国，中国政府对着基督徒极大迫害，教堂互关起来，遮牧者、教会领袖互掠起来，来逼因来签迄个放弃信仰的迄个证明。这迫害敢有可能靠勇气、热情这个物件来赢过咧？无可能。只有对耶稣基督有真正的相信，才有可能会当支持因行过这迫害。所以兄弟姊妹，咱也有可能会拄着各样的困难，但是当咱敢若一时的热情，咱敢有可能会当靠这热情来赢过咧？无可能。只有咱对耶稣有真正的相信。这个相信，咱才有可能会当互帮助咱来赢过各样的问题、各样的困难。所以，咱嘛要为着这中国的基督徒来祈祷，由耶稣基督手赐互因教育的气力，会当来赢过这个压力。过来，咱来看第二个人，就是马大这个大姊。马大这个家庭内面的大姊，真正知影袂少事哦。伫规个11章内面，伊甲耶稣的对话内面，伊不断表示伊心面落知。当伊看到耶稣来，伊就讲：主啊，你若伫遮，我的兄弟就袂死。我打也知，既若你对上帝求的，上帝要互你。这看起来真有信心。马大当然听过耶稣医治其他人的代志，所以伊相信耶稣一定会医好捏扎路的病，伊的小弟就袂死。但是耶稣伫遐回答伊讲：你的小弟要搁活。马大嘛非常知影，掠伊讲：我知末日搁活的时，伊要搁活。咱看见马大会知，甲耶稣会知是无共款的赞助。马大讲会搁活，是当时犹太人、法利赛人的观点，就是讲伫末日因会搁活。但是耶稣直接讲的搁活是讲，我要互你的小弟捏扎到即时就要搁活，这是无共款的赞助。这虽然了后的对话，马大听了后对耶稣讲：我已经信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囝，是要来入世间的。这看起来好亲像是伊的信仰告白，但是伊敢真正对伊的知来相信耶稣吗？圣经描写讲，当众人带耶稣来到拿撒勒的坟墓的时，这个马大的知好亲像互伊的理性安看了。伊伫遐讲：主啊，当草啊，已经死日啦。这个是另外一个知，因为根据伊家己的理性的判断，尸体伫炎热的天气放4天，一定是臭去啊。但是伊好亲像袂记伊头拄仔所做信仰的告白。主啊，我相信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囝，是要来入世间的。如果伊真正相信耶稣是基督，会当做任何代志，伊敢有需要考虑到这个尸体已经放4天有臭还是无臭的问题吗？所以咱看见马大的知，并无带互伊真正的相信。伊的知是当时犹太人大部分的犹太人所认知的迄种知。犹太人相信，因伫死了后会有一个世界。因相信人死了后，就是要进入一个新的一个世界。但是，毋是所有犹太人拢安尼想。圣经甲咱讲，当时的撒都该人因无相信，伫死了后有因活。所以，安尼咱就爱来分别，这犹太人的因活，甲咱基督徒的因活有甚物无共款？因为咱在咱因的使徒圣经，咱会当看出咱两种信仰的差别。伫使徒圣经内面讲，耶稣定是一个死埋葬落阴府。这阴府是啥呢？犹太人认为人无好、无分好歹，伫死了后会去到一个所在，伫遐叫做阴府的一个所在。但是阴府毋是地狱，是所有的人死了后，伫
伫遐暂时的一个所在，毋是一个刑罚的所在，毋是一个恐怖的所在。但是因为咱知影犹太人过去的历史是充满艰苦的一段历史，所以因就相信讲，虽然阮伫地面受苦，但是将来上帝会接阮去另外一个世界，迄个永远的世界。所以犹太人的永远是安尼观念：人死了后，暂时伫一个阴府的所在，然后等待因的救赎主，互基督，互来救因来去到一个永远的世界。但是咱知影犹太人无信耶稣就是基督，所以因要在等待。但是基督徒的永远来是甚物咧？基督徒的永远就是咱相信耶稣就是上帝，伊就是神。所以虽然伊死落阴府，但是伊国活，伊上天，伊赢过死亡的关系，伊无阁受到死亡的限制。所以咱才会相信伊的人，跟对伊的人，咱嘛袂受到死亡的捆绑，咱会去到耶稣遐享受永远的活命。所以这就是犹太人甲基督徒对伫永远无共款的一个想法。所以咱比犹太人佫较有福气，因为咱看见耶稣，咱相信耶稣，所以咱毋免去到阴府，咱去到上帝遐享受永远的活命。所以咱佫转来看见即个马大会知，即个大姊看起来伊心里拢知，但是伊的知是传统上的知，也是一般人认知的迄个知。亲像咱嘛知影真侪代志。咱知影国外节是咧庆祝耶稣基督国外，咱知影圣诞节是咧庆祝耶稣基督出世，咱知影咱守圣餐是为着纪念耶稣为着咱的牺牲。但是这传统的知识，这信仰的知识，较袂当互咱产生真正的相信，因为世界上其他无信的人嘛伫过这节期。甚至靠这节期伫趁钱的人，伊是比咱佫较了解，佫比咱佫较盼望这节期的来临。所以马大知提醒咱基督徒甚物咧？就是袂当掠做咱的知已经够掠，因为内面可能包括真侪错误的知，也是无合伫上帝期待的知。所以咱拢爱伫圣经内面有哪来哪侪追求。咱嘛爱求圣神帮助，想使互咱有一个新的眼光来看咱真实的这经文。袂当讲我做基督徒已经30-40年啊，这物件我拢知影，所以我免看。咱爱有新的眼光，经文就会每一届让咱来产生一个回答。伫第二届世界大战了后，美国就将因这几啊千个阿兵哥对日本来送转去美国。所以因是坐船，伫坐船这几啊个月时间内面，有几个人就想讲，请因军中的牧师来带因来读圣经。所以有一日，因嘛读到今仔日咱所读的约翰福音10章，讲到耶稣罗国外，这对这美国人来讲是熟到袂当阁熟的经文，连囡仔嘛知的经文。但是其中一个阿兵哥伫遐流目屎伫遐讲。这段经文完全是咧讲我，伊就分享伊的见证。伊讲，伊对大学毕业了后就受派进入军队，然后就替日本领下来做兵。但是伫军中的日子非常无聊，所以伊就伫外面逢场作戏，做真侪无好的代志。虽然无人知影，但是伊相信上帝已经看见。所以虽然伊伫做这代志，但是伊内心带着非常大一个罪恶感。伊感觉伊一生拢无盼望，拢是充满的罪恶。伊嘛认为家己敢若已经死去共款。伊感觉家己就亲像坟墓内面迄垃圾路共款。但是当伊搁一届伫船仔顶读到一段经文，伊感觉伊搁活起来。伊感觉搁活主伫即段经文对迄个死去的垃圾路讲。头尾互伊行，迄阵迄当时，耶稣嘛都亲像对伊讲话。伊感受到耶稣头尾伊的罪恶，回对黑暗中会当得到自由，会当徛起来。所以虽然伊也无完全，但是伫伊的内面，伊相信
有耶稣的国活，有耶稣的活命在同在。但是姊妹，耶稣也要互咱遮个罪人，因为伊的话定心来得着活命，亲像耶稣都对死过活。这个活命毋是传统会当互咱知影，毋是神学会当互咱知影。只有当咱谦卑，将家己会知看做毋知，不断学习，咱才有真正会望，真正相信。如果咱来看即个小妹玛利亚，玛利亚通常伫圣经顶面得到的oo号是比伊的大姊马大搁较侪，因为连耶稣拢讲伊是经上好的福气。伊知影会用心去听耶稣的教示，但是伫即段经文咱看，玛利亚的听，敢有带互伊对耶稣真正相信？伊的听敢若无互伊的信心真大的进步呢？至少伫即段经文中，咱互咱看见，当伊的阿姐马大看到耶稣的时，伊的阿姐无哭，但是当即个玛利亚看到耶稣的时，是哭到非常伤心，并且嘛甲伊的阿姐讲共款的话，讲主啊，你若伫遮，阮小弟就袂死啊，共款。所以可见伊平常的听，并无带互伊伫信仰上有真正真大进步甲相信。但是伫了后咧，当伊的小弟过活了后，玛利亚伊的信仰大进步。伊将伊欠钱欠真久会买落来，要准备要做嫁妆的迄个香膏，倒伫耶稣的脚，并且用家己的头毛来抹。伊用即个行动来表达对耶稣的感谢。当人愿意对头壳内实践伊的信仰到活面，这才是真正的相信。所以，兄弟姊妹，咱爱对听进步到行，因敢若听是无够行。但是当咱听，咱愿意去思考，然后变做咱的行动的时，信仰才开始产生意义。所以，咱袂当敢若真做一个敢若会晓听的玛利亚那样。伫雅各书第1章23、22到25节嘛提起，恁着做行道理的，毋是敢若听的来家己骗。因为听道理若无行的，譬如亲像人伫镜内详细看伊本人的面，看了后就做伊去，连面袂记哩伊生水什么款。若是人自信伫伊迄个交全的律法，就是互人自由的，也长长踮伫迄个，毋是听了袂记哩。是实在伫用功的，即互人伫伊的所做要有福气。而且甲咱讲，咱要得着福气，福气毋是听道理，是安怎听道理。其实今仔日你看这经文中，咱这三个人的时，嘛好亲像你看我家己，咱定定知影真侪代志，咱知影圣经里悬的话，咱非常的熟。咱嘛知影耶稣基督是救主，就是一个替咱牺牲、流血、上担的罪。咱知影真侪代志，但是当咱拄着困难的时咧，当咱拄着疑问的时咧，咱的相信就无去啊。所以你可能看到遮，听到遮，你会感觉人生非常的绝望，我感觉做甚物拢无法度。但是，兄弟姊妹。伫即段经文中，咱看见，耶稣无因为遮个人信心的软弱来责备因，来离开因。因耶稣知影，这就是咱人的限制。伊嘛知影，只有伊才会当互人产生完全的信心。所以，兄弟姊妹，无论咱安怎操练咱的灵命，无论咱读偌济遍的圣经，咱嘛无可能达到完全的地步。但是，唯一的方法。就是邀请耶稣基督进入咱的内面，成做咱的同在。进入到行的阶段，咱会当来明白耶稣，邀请耶稣来成做咱的对待，咱做伙来祈祷。